为什么藏传佛教有这三传都圆满呢？因为就是当初这是就是那个赤松德赞的要求，整个的佛教是有9层的，第一层跟第二层然后第三层，然后第一层是怎么说呢在小乘的还有第二层是也是小乘的在罗汉以及独觉的国位的，然后第三层以上都是大乘的，然后就第三层是大乘，第4层以上呢就是在密乘的外三层、内三层。外三层呢就是支亚、欧巴、尤嘎，那么内三层呢就是马哈、阿那、阿德。那么所谓的大圆满法，就是在9层最高的阿特有切法。所以这个9层的法门，都是佛陀为什么传下来9层法门呢？9层法门都是让一个众生解脱六道轮回的痛苦，获得圆满的佛陀果位这样的一个方法。但是为了众生的根器，因为不同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众生的根器不同呢？因为众生造业的方法不一样，所以众生造业的方法有很多种，所以众生的智慧也是不同。因为众生造的业的大小也是不同，所以众生的智慧的大小也不同。所以跟这个一个众生跟佛有缘，他跟佛有缘，但是他什么时候成佛，这是不肯定的。比如说2个众生同样的跟佛有缘，同样的可以接触佛法，但是他们2个可以同一个时间可以成佛吗？这是不一定的，因为过去他们2个所造的业力不一样，造业的方法也不一样。也许可能是一个人就是他的贪性比较重，他的每一世都是因为贪性造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贪执的业。那么另外一个人他的嗔恨性比较重，所以他不断的造很多嗔恨性的因为嗔恨性，所以就他造了很多比如说因为嗔恨，所以就造了很多的业，比如说杀人也好，杀生也好，或者是做一些因为嗔的一些业。所以这2者来说的话，肯定是不同，成佛的时间不同，需要修持的方法不同，要修的法也不同。所以就是众生有84000个不同的烦恼，所以佛讲了84000个不同的法。所以佛陀所讲下来的84000个法门，是针对众生的84000个烦恼。但是这一切都是要一个众生去学习的话，那当然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众生是六道中所有的众生，比如说地狱中的众生也是众生，恶鬼道的众生也是一样，畜生道的、天道的、阿修罗道的、人道的都是一样。但是除了人天以外，没有机会可以修持，更加的就是成为了人以外，没有特别大的修持的一个机会，没有办法获得学佛的机会。所以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才有多长时间？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个几十年的短短的时间里面，能够要修持佛法，要圆满获得一个在每一世每一世一都可以成为人，而且是每一世都可以修持佛法，要种下这么一个殊胜的一个机缘，那么最后要成佛的话，那么必须的要84000个法门的精华融合在一起，然后一个人去可以在思维可以修持，才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所以在这个9乘的佛教，9乘佛法，比如说在融合的话，就是小乘、大乘、密乘这3串，这个3串法都是融体的，就是藏传佛教。